再傾過。廣東的雙蒸，世界的米香，九江雙蒸酒為您報時。早上8點，佛山人民廣播電台南海廣播。九江雙蒸酒，純糧釀造，喝雙蒸醒得快。呢個寒假唔好咁全大隊，好鬼抵玩，真係有雪嘅河北親子深度遊。滑雪玩雪，梗係要住到七三滑雪場裏面啦，滿足全家薯鼠星嘅願望。喺白石山漫步雲端棧道，無數雲海就響眼前啊！哇，靚到咁聲啊！正定古城觸摸千年古塔，鄭州橋畔欣賞千年美學，細佬哥喺榮德府化身小寶玉，獨透紅樓夢。雄安新區窺見未來藍圖，美苑城堡群拍出夢幻大片，快啲揾個人假期過。早晨各位，時間嚟到8點03分啊，交通早高峰又開始啦。趕路嘅你留意以下嘅緩慢路段啊。現時貴丹路方面，中南市場往返丹灶方向，聯和路段往桂城，海八路